们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午安哈。那谢谢大家仍然来关心国人的健康。那今天我们的记者会还是由我们陈指挥官来亲自主持。那指挥官的左手跟右手侧是我们的副指挥官以及专家咨询小组的张召集人张副校长然后在副指挥官左侧还是我们社区防治组的庄仁祥庄副组长兼发言人。好，那现在是不是请我们陈指挥官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好，那我们这一天来一个工作的一个情形。好，各位记者女士先生大家好，大家午安。那我们今天没有新增的病例，那累计有395人解隔离。那有关于129名印度返台旅客现在也没有后剩就医那在昨天我们在马尔地夫回来36人，那4位回来就是说他曾经14天内有症状那也在机场采检，那现在也确认他们都是阴性所以基本上到目前来讲就整个都没有了那另外可能再强调一下近来还是像大家讲，我有收到北市跟高雄市的来文都是有关于来询问像台北市来询问，就是说8种特定行业场所是否强制实施实名制一案那有关于这个实名制，我们就希望说并不是强制的规定一定要某一种情况的一个实名制只要能够确保能够快速的联络的这样的一个记录就可以那另外高雄问的就是说酒店舞厅是否由中央统一宣布复业，或由地方政府自行规划复业期程那我们的答案还是就是说，只要能够要保持社交距离，或者有适当的梅花座，或是有隔板的区隔，那落实个人的健康卫生的一个防护那戴口罩，那量测体温，那入口场所能够提供一些洗手相关的一些清洁的用品能够确保能够联系得到。那如果地方政府能够做到这样子那就可以来开放那因为当初大家也都是主动配合，那现在也请大家尽量来配合我们相关的规定让自己本身的员工或者出入场所的人员都是安全，那这是我们大家所期待的。那另外呢，在有这样有一些争议，大家讲就是说好像酒店不行，那夜店可以这样的情况没有这样的情况所有的场所都是要符合我们防疫新生活这样的一个规定那纵使在夜店也要符合相关的这些基本的个人的防护才可以那如果相关的这些有关于这夜店进来，如果就是说太拥挤又没有办法来执行这样子的，那我们会请各地方主管的单位去加强的查核，应该是说辅导了好，那今天大家看到这里面放了9班了这其实这9班就是本来就是在前天这个渔民就蛮高兴的他们就是说要来准备在这礼拜天大家比较轻松一点那也煮个鱼汤给大家来吃那九班，所以对9班对第9个营他们就昨天就去钓鱼了啦，一直到今天就10班就上台所以10班今天10个营，所以10班昨天是9个营嘛，所以九班的去钓了9班应该听有无9班就9班嘛台湾话讲9班翻作国语就变成9班嘛所以从9个营的时候就钓鱼了那钓出一个10班鱼来那我们今天就10班10个营可以大家一起来分享。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报告到这里那大家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提出来。我们可以去看到这个防疫的成绩那
其实民众还蛮关心，就是部长您之前在讲有关这个健保费涨的这个议题，那想请教3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健保费率的调整目前有没有比较具体的想法？因为目前的这个健保费率是4.69%，有没有可能会调到民国102年以前的这个5.17%？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健保的安全准备金如果在明年会低于1.5个月的时候，那预计最快什么时候会调涨？第3个问题就是，调高部分负担的部分，如果需要公平的机制，那就医第11次的时候，这个部分负担会有什么样公平上的考量？这有关于这健保哈，有关费用的调整，其实是动一法牵全身，是不是哈？就是反正每一个环节哈都会互相联动，好，那也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那其实我们哈从大概以往就在国卫院哈有相关的论坛在做这一方面的讨论。那今年我们在健保署这边哈还有健保会这边哈都会进行相关的讨论。那我讲的意思就是说，整体来讲哈，台湾这个健保费哈，到目前来讲是应该要调。那如果要调的时候，我希望是从比较大的结构面来做一些讨论。那不要丧失了本来我们的一个社会保险的精神，量能付费的精神。single payer 单一的保险人这样的一个结构下，那怎么样让健保的制度能够更完整、更健全？以这样的角度来思考这方面的问题。部长您好，想要继续请教说，有没有考虑说，就是接下来这个健保涨幅会多少，然后预计何时会实施这样子的调涨制度？然后第二个问题想请教说，您又被点名说就是要来参选双北市长，您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第三个是说，我们防疫新生活指挥官已经到卤肉饭店示范了，那下一个地点有没有已经有初步的规划？谢谢。第一个有关于健保，我刚才讲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那台湾健保这么多年来其实都做得非常的成功，那也是在世界大家所瞩目的。但是整个的制度里面，当然有它的优点，有它的缺点。那一些结构上的一些问题，那还有一些必然不得不的一个情况。那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去无存菁，把好的留下来，那把有问题的地方做一个改善，那这必然是要经过各界的一些讨论，我们的专家学者也非常的多，那有经验的前后，我们不管从以前历任的健保署的署长同仁们，还有我们相关来往的公卫的学者、付费者的代表，都非常的有经验。比起我们当年在实施健保或者是一些费用的改革的时候，他的经验累积的经验又更多了。那我相信集思广益，去无存菁，可以让我们的健保的制度更完整。那第二个就是，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划了没有一个到目前这为止。那至于说我们现在的规划，现在是要去哪里？现在是我想。对不对？找大家到外面踏青啦，那我们也在规划中了部长好 ，TVBS 提问，想请教，口罩这一周的产量已经到达了2000万片嘛？那已经可以满足国内的需求。那多余的产量有说可以开放未来外销的部分。那有些业者就觉得说，是不是可以早一点开放？因为像如果说6月底的时候，等到疫情已经趋缓了才外销的话，感觉很像对他们而言，很像没有什么赚头的感觉，所以是不是可以早一点解封？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讲说，现在我们口罩的内需部分应该也是蛮足够了，那什么时候可以开放？就是不需要实名制？谢谢。好，那还是拉回第一个实名制大概会维持了那开放的政策绝对不会到6月底了。我们会尽快的来做这方面。那最后
大概这2天我们也在精算哈，从4月9号起，我们的14天7片这样的政策，14天9片这样的一个政策实施之后，那整个大家购买的情况 2.0 3.0 购买的情况，还有我们的战备量的需要。好，那战备量我们现在应该是差不多都够了了哈。我们手头现在有1亿多片了哈，我们手上1亿多片，所以开放的政策是必然。那时间我们会越快越好。不过最后还是要跟财政部大家来讨论这个事情。那绝对不会到6月底了哈，绝对不会到6月底。到6月底我们就可能没有仓库可以放了哈。部长好，年代一电视提问，想要请问一下，就是今年的福隆沙雕季有特别设计做部长带领大家对抗病毒的沙雕主题，不知道部长有没有看过照片，那感觉如何？谢谢。昨天就有听记者在讲，不过很抱歉，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照片了哈。请问指挥官，这个新北市长侯友宜说，这个关于这个纾困审核标准手册，中央不知道是不能还是不会做，反映的10几天都没有做出来，地方只能自己做，这部分部长怎么看？谢谢。这样的讲法是有一点太沉重了哈。相关的资料那本部都有提供给各地方的单位。好，那至于我相信大家都会这段时间这样的事情都会层出不穷。好，每一个地方政府都有它的一个民选的压力在。好，那我们充分的了解。那第一个，这个事情我还是要向第一线的工作人员表达我们的谢意跟敬意。那另外，只要任何对于纾困是有助于纾困，那大家欢喜就好了哈。好，今天也是假日嘛哈，那我们就赶快好来。不好意思，凤凰卫视提问，想要请教一下部长，昨天有讲到关于商务人士来台渴望进行松绑，可能进行居家检疫5天之后就可以来洽公。那有民众认为比较担忧，就是这个计划可能什么时候会实施？我想大家就尽量的不用担忧了哈，我们是最担忧的。好，那我们一定会把这样的事情在很有科学的基础上面那跟专家来讨论，做一个最好的安排。好，那绝对不会放松我们这样守护的线。人可以进来，那一定要确保它是安全，就是说整体的过程跟结果都是安全的。来。自由时报想请问一下，就是因为有学生在这次国中会考嘛，就是面临到就是0分的计算这个问题，然后想问说，就是指挥中心有没有觉得说这个部分有没有对于比例原则是不是可以在那个检讨参考一下？然后还有就是有新北的老师有反映，因为天气非常的炎热，然后市场有规定教室要开窗通风，可是变成说冷气就算开到10几度，室内还是都高温30几度一样，就连大人都蛮难忍受的。那如果学生有戴口罩，是不是就可以关窗然后吹冷气？这个之后市场的环境是不是可以再改善检讨一下？谢谢。好，那经过这次的一个会考，那相关的经验或相关里面发生的一些情况，那都可以请这个教育部来跟我们这边做一点讨论，看怎么样是一个比较适合的，尤其天气是越来越炎热的。那至于那个违规的事件，那当然在现场也有处理，那最后教育部应该会把这样的一个这个考区的事务会去讨论确定后，再送到全国的事务会召开违规处理的会议来讨论核定。我相信经过这样的一个层层的把关，应该可以做出一个对大家都公平的决定来。指挥官好，想要请问一下指挥官，就是对于指挥中心这次的防疫有没有一个分数可以打出来？那还有就是说，在这次防疫中所做的努力，有没有哪一些是比较自豪的地方？谢谢。现在大概这样讲，就是应该讲说我们期中考考得还不错了哈，
不过期末考还没有考，还有很多的需要持续在努力的。那如果你问我说我们有什么觉得自豪的，我们自豪就是说全体的国民的国力的一个展现跟素质的一个展现。平常我们自己可能都没有感觉到这样的一个国民的力量，可经过这次抗疫跟世界各国在这样的一个封锁跟一个整个的，我们看得出来就是说这是我们台湾非常值得骄傲的地方。所以你问我就是说有什么觉得高兴，就我没有用强制的方法，我们有很多的呼吁大家配合，那国民大家就一起来做，充分展现我们大家台湾人民共同抗疫的一个决心跟力量，那这是一个充分台湾人民素质的展现。最后一位了部长好，放言提问。那个就是中国目前疫情已经逐渐趋缓，但是部分地区还是有群聚感染的案例。那中国病毒专家钟南山也在 CNN 访问时提到说，他有第二波疫情爆发的风险。那请问指挥中心对此有什么看法？还会有进一步的资讯吗？当然，我想在中国的情况，它地大物博嘛，那有一些讯息可能都没有办法很及时性。像相关的，我们现在看进来所讲的以前有关于死亡的数字或一些确诊的案例，好像都不断的在修正中。那毕竟我刚才讲过说，他们的地方上下的层级、地幅的广阔，还有一些偏远的区域，事实上讯息没有办法就是很正确，所以我们对整个中国的疫情来讲，相对我们会比较严阵以待了指挥官，不好意思，想请教一下刚才那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因为还蛮多人是想说，您可以去来选这个双北市长，然后您刚刚说好像是没有这个规划，想问为什么没有这样的规划？谢谢。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刚刚大家在问就我们疫情这里面期中考才刚刚过而已嘛那期末考还要持续在努力。看起来不管是疫苗、药物，我们的还有一些需要等。那只要把防疫新生活推动好，那把可能出现的一些相关的独立事件，能够一件一件的把它处理好。这是我们现在很重要的事情。那接下来还有整个健保健保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体制，还有这个费率等等的一些调整，这些都已经忙不过来，没有时间去想那些事情了好，假日我们赶快来吃鱼汤好了好，谢谢各位我们今天记者会到这里，那大家可以品尝看看